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顶个月台南关庙一间人家厝来火烧厝，公孙啊3地6个人，有4个死亡，2个受伤。一开始佫想讲这是电线烧拍电，但是消防火调科为现场残留的火烧面验出有汽油的成分。警方认为原因无单纯，都来成立着专案小组来调查。结果查出来了，原来是这个厝主的大姨仔的前男朋友。感情的纠纷，灌汽油入去厝内放火，连烧2户的人家，烧死4个人。啊，这个嫌犯嘛知影家己即声舞一个大条咯，隔天嘛自我了结。画面顶悬的男子就是涉嫌放火的人，犯案了后，骑脚踏车赶紧逃走。发生伫6月，台南关庙4位家的火灾，造成厝主啊佮因后生2个孙仔祖孙3代4个人不幸死亡。原本是讲电火线烧拍电，后来发现讲无单纯。监视人员有找到一个关键的证物，那上面的基证直接指向比中这个涉案的这个张姓嫌犯。原来放火的人和厝主的大姨仔有感情的纠纷，无想到讲伊会放火烧人。我甲东卖有名做伙，所以较要来遮找你算账。针对我啊，我过分。到4位家去放火进前，伊个先到新浦街一栋厝去放火，因为和厝主冤家过。这个人是朋友也熟识的啦，有迄个口头上的迄个尔。一暝就放火烧2栋厝，造成4位家4个人死亡。这个张姓嫌犯决定到畏罪轻生死亡，伊的冲动嘛，互家己和被害家属造成永远的遗憾。